第4会期，南亚要杀军公教的年金改革，也甲平野做伙推动公投北大选，民进党的人士也受到关注。高雄路德北岭国小今仔日开始正式成做全台湾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小学，今年新生有16个人，大家拢真期待。长照3.0第1阶段实施，请外籍看护家庭也通使用社区照顾模式，并且也来推动带世代上班的计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1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伫高雄路德的北岭国小，对今仔日开始呢，正式来成做全台湾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小学。今年这新生是有16个人，开学第一天，这校长甲老师拢徛伫门口咧迎接。面对着这新学期的转变，学校、家长甲外界拢有正大的期待。进来考早，回家考早。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北岭国小校长徛伫大门口，甲囡仔互相用台语讲较早。经过1年的筹备，也有顶学期来试杀用台语教课。对114学年度开始，北岭国小正式成做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面对新学期的转变，无论是家长也是囡仔，拢认真看待，欢喜学习。咱这个双语不是所谓让你讲英语甲国语，是咱这个台语甲国语，所以我真支持这种做法，因为咱会当让本土的一寡母语吼，推动学咱这个囡仔吼，受益蛮多的啦。就是一开始不太会讲到，可以到上台演讲，或是用学校的广播去念一些台语的演讲稿这样。妈妈你就好胜，啊，那好胜啊，因为拼出来就很有成就感。想要搁学较济，会当甲阿妈讲的。学校办学用心，得到家长的认同，成做台语实验小学的头一天。一年的新生有16个，那比去年多，还有2个囡仔是跨学区来遮读的。即摆嘛是全校人数上侪一班。教育局表示，目前拢总投入900万的经费，这学期有4位台语专业师资来协助教课。当然，教材也伫咧审议委员的建议下，一摆搁一摆来调整修改。课程的教材全面来重新来编写，去融合咱的台湾的文化特色。伫咱的课程内底，互咱的学生会当讲台语、学文化。透过咱这道北岭国小的这个经验来思考看卖讲，第一，未来的经费甲预算，咱要安怎来编，会当互台语的这个教育会当来延绵不绝。议员强调，要推动台语实验小学，那公部门的资源一定要对好调，才会当互学校顺利发展。甲头一间北岭国小做好势，后续其他所在都根本通参考。记者柯嘉如区朝阳路一组高雄采访报道。同款是开学来看，这台南市中西区成功国小呢，是因为校舍征收，所有的人已经搬离本校7档外的时间啊。今仔日开学呢，要无通搬转去原地的所在，就是因为虽然讲这新校舍呢工程已经咧收尾，也毋过即马消防检查是有欠点，所以因决定要伫咧改进了后才搬转去。大多数家长是表示讲会当体谅。9月初，高中小开学，台南新光国小囡仔大声唱国歌，兼甲校长老师讲较早。不过这算毋是伫家己的学校，是暂时伫文贤国中内的教学大楼。主要因为这间伫赤坎楼边仔的新光国小，当初文化部拨8亿来修缮赤坎文化园区，连学校嘛做伙修建。煞时间期间，学到历史遗迹、地书工程一直迁着。到达7档外，游玩也袂好，有家长难免无奈，嫌送囡仔补习无利便。讲连咪要等呀，等我。等呀，讲1档外个。等我个袂好。新的一年能够顺利回到新的成功国小。结果没想到开学又有一点小。但是没办法，因为校长其实对品质蛮要求的，教学品质，然后还有学生的。教学的环境蛮要求。校校师生300人，内底有40-50个是今年转来的学生，大家拢期待这个全新校舍通早期完成。其实这校舍已经咧收尾，无经过消防安检发现有真侪所在有亏欠，校方以校方安全为优先，强调等品质拢总符合标准，才搬转去本校。暂时先继续伫咧文贤国中上课，难免互部分的家长甲囡仔失望。送完件之后，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完全全整个做。消防安检的改善啊，因为没有消防安检的改善，就没有拿到使用执照，没有使用执照，当然就没有办法送水送电。那目前是在申请使用执照的阶段。那我们使用执照大概会有一个前置的，就是消防的竣工查验的这一个审查，也就是消防的这个许可取得之后，我们才可以接下来再取得我们的使用执照。
教育表示，大家拢有公车接送囡仔上下课，减少家长的困扰。目前消防审查市府讲已经积极咧改善当中，到时等审查通过，就会使送去工务局来申请使用这条的许可。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另外来看，这高铁为今仔日开始呢，来实施安静车厢的制度。这坐车若准备讲电话，就要行去车厢的门口遐讲；要若手机呢要放影片，也着爱挂耳机，较袂去甲人吵着。另外，这车厢的行路呢是袂当坐嘛，袂当梯，袂当倒的。若准害人无骹路，而且佫讲袂听，安尼高铁是会使拒绝甲你载。坐高铁的旅客请注意咯，高铁伫9月有一项新制即要实施，为了维护坐车的特殊甲品质。高铁实施宁静车厢，未来旅客想要伫车厢内底讲电话，爱来到车厢门口讲。我觉得还蛮合理的，可能有些人在睡觉，然后被你吵到，他可能会觉得不满意。高铁上面可能是在休息、在睡觉的，就不会因为你的声音所以影响到。有部分的家长烦恼讲，宁静车厢实施了后，带囡仔家长要安怎？高铁认清宁静车厢是对使用3C 产品、对着红婴仔也是细汉囡仔也是其他疾病因素影响自主能力的旅客行为，高铁提供协助。未来高铁车厢除了讲电话，爱来到车厢门口看影片嘛爱挂耳机。另外，伫车厢经过通道、车厢门口也是车站地板，也拢袂使坐，也是倒着。一直口讲无爱听，会使卖使。伫破爱座部分也改做优先式。可是他坐着应该也是有相对的危险性啦，可能不小心被踩到手指头之类的。坐高铁的话，我们都是靠高票价嘛，那么希望是有舒适的环境休息。如果他还是决定要坐的话，一定是就是站着相当不舒服。高铁要自己去解决那个运量的问题啦，不要高铁坐得很优雅，但是乘客就是不舒服。学者认为高铁必须先解决放行李所在无够的问题，才法度避免旅客行李箱无所在通放。也若商务客若是有讲电话需要，伫山顶当时也可能造成坐隔壁人的困扰。要怎来提升坐车的品质，又可使避免旅客无方便，高铁依然需要详细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内湖几内的社区呢，最近是出现高山啊，这5冬来已经通报64件。动保处是认为讲，这是因为社区有加较挖山区，而且民众呢，佫会种果子，唔才会请高山啊走来找食。狗仔伫徛街厝顶行来行去，就算附近有人，狗仔也惊伊个。这发生伫8月30日下晡5点左右，台北市西湖国中附近的社区，有狗仔出现，民众赶紧把这个画面翕来。去年就有猕猴，然后在那个市场，我觉得它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地点上，就是它蛮聪明，它会一直找地方去啊，找有没有吃的这样子。其实23号民众伫内湖高中附近翕到狗仔，正伫过大路。去年9月信义区也出现狗仔亲入去社区，伫林荫树顶边食林荫。根据统计，台北市109年到114年7月，总共接到274件狗仔通报案件，内湖64件上多，北投主年甲旧年拢是3件。不过今年这个7月就已经通报30件，成长10倍。野生猕猴如果出现在这个社区，担心小朋友们被受攻击啊。野生的动物，人类没办法控制它。动保处讲，继续收集狗仔出现地点的资讯，伫通报所在设置该城里的人啊，也研判山区甲徛街中间是愈来愈瓦近，加上民众正临近这果子树，这有可能是狗仔愈来愈接走入去社区要找食因素。有些民众他们会在住家周边会种一些果树，像是说芒果啊、龙眼等等啊，这些原因都会导致吸引猕猴下山，然后觅食。动保处提醒，若发现狗仔爱遵守莫接触、莫干扰、莫甲饲食这3个原则，避免引发冲突。离开现场了后，爱赶紧通报动保处来处理。强调台湾高山啊，虽然已经毋是保育类动物，不过伫无危害之下，就甲抓起来有关的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前期上款呢，最近是当咧画人行道，也毋过有点头说讲，这事先呢拢无甲通知，即马甲画落进回时阵，车辆是无通插，而且人客嘛无得停，有40外间店呢是连署来反对，也毋过市政府是讲，这就是第5个共识的照常时间。街路人真多，车也一台线一台。台中市沙鹿区正义商区的北势东路，伫路径画设标线型的人行道，街路人表达支持。不过店头是批评影响进货甲消费者停车，感觉是真不方便。人车争道啊，对，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危险性就比较高。毕竟虽然现在大家都有礼让行人，可是我们的环境还不是对行人这么的友善。我认为这个有增设这个行人人行道部分是
非常恰当的啦。人家会怕啊，人家会怕来买东西会罚单啊。早上很多人就讲了，这样子他跑很远地方找停车，这样啊麻烦啊。当地有40多间店头讲唔知影，赶紧发起联署声明反对。台中市建设局是强调，工程施工进程已经向地方说明取得共识，并且请当地里长设计宣传，会用渐进的方式分段设置，保障民众甲学生用路安全。分两级啦，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反对吧？对啊，但是是否可以协调，让大家更便利嘛？方案经交通局、警察局、公所及里长多方研议取得共识，并通过相关审查。市府施工前已透过里长广宣，并采渐进分段建制，目前已完工路段，广获民众支持。建设局讲，另行多改善方案得到交通警察、公所里长研议，并且处理共识。维修范围是北西东路、北对北中东街、南到东营路56项路段，正完成路面标线甲路口挖角的维设，有加3工了完工，会设有来垃圾的停车线，未影响民众停车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即卖刑事局有扩大咧抓诈骗，因有公布全台湾的这车手上介侪的银行甲邮局，结果发现讲这车手呢，大多数拢会伫咧下晡1点，也是讲半暝12点来出现，所以即卖就来规定全台湾12间邮局的 ATM， 伫咧暗时11点到饭点过3点这当中呢，领钱一届敢若会使领1万块。其他都不知道，原委都不知道。30岁姓陈的男性看到警方牵过来，实在是错一条。原来警员为着掠车手，假扮做投资者，甲男性相约买面交50万。掠到男性了后，伊才讲伫面册看到一工领1万的工课，落厝了后才知影是做车手。因为即马全台湾诈骗真严重，进前刑事局公布，全台湾10个车手定去的所在，亲像内部合府邮局、合作金库3间分行、第一银行西门分行、甲湖口邮局、台北南洋邮局、甲国泰人寿3家海鲜通信处。为了杜绝车手不法提领，中华邮政在12间 ATM 在特定时段提领，每笔限额最高1万元。就这个时间也没有什么人会来这样，所以其实也还好。提领那么多的，有可能就是车手，可以杜绝的话，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像这附近很多可能像是晚上的场所，都可能需要继续用钱，然后领的话，可能比较麻烦一点。中华邮政回应以台北南洋邮局做例，暗时时段 ATM 交易量每天大约6条到8条，这个措施敢若调整高一笔的领钱金额，会影响民众领现金的权益。刑事局统计发现，车手真正领钱时段是伫半暝12点到下晡1点，领时会挂喙暗，一直换卡。领的地点选伫交通方便的交流道，也是捷运站附近，方便车手来来去去。老年人在家，所以通常会是在上午的时间开始进行这个诈骗。被害人可能就在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转账的动作，然后车手就开往在1点多左右做提领。通常造型诈骗会发生在晚上，就你有独处的时间，所以这主要就是因为车手会这个时间来提领。专家指出，车手除了领钱有定领的时段，地点也拢会经过，会找较无经过，也是较少监视器的环境。另外，除了车手领钱的这种传统诈骗，呼吁政府也要关注金额较大的虚拟货币诈骗，这当阻挡诈骗愈来愈严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在国内掠诈骗，美国是咧掠非法的移民。总统川普呢，即马是把这目标转去到未成年的囡仔。政府原底是打算要甲10个无到18岁的瓜地马拉的囡仔甲赶互走，也毋过美国法官呢是裁定讲，这款做法已经违反着法律，所以目前行动暂停。原本已经去遣返回去的瓜地马拉10个未成年移民，伫翻译今日裁定暂停遣返行动了后，搁坐巴士准备等于收容中心。路透社报道，原本有10个10到17岁瓜地马拉未成年移民，8月31号川普政府遣返回国。啊，毋过移民权益团体31透早1点向华府翻译提出紧急诉讼，法官最后也裁定，外走囡仔做法违反美国法律，也予起8回人机告赔等于德州机场。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的定数，到美国边界时阵，无父母或者是监护人陪伴人，会被看作是无人陪伴移民，会被送到联邦政府营运的庇护中心，一直到因甲家庭成员共同安置，或者是被安置到寄养家庭内底。顶礼拜，美国联邦参议员表示，川普政府计划将差不多700个家己去美国的瓜地马拉囡仔遣返回国，毕竟重新转到进前需要庇护的真歹环境，而且遣返的
费用由瓜地马拉政府承担。针对法官暂停遣返这囡仔14天的裁定，北京副幕僚长米勒批评法官阻止这囡仔回国甲亲人团圆。另外一方面，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国家公园7月发生森林大火，真侪所在调派人手协助救灾。集会临时合约消防员伫救灾期间，和边境巡逻队拿查身份，其中2个消防员被抓。当地议员对川普政府打击渔民，连救灾消防员拢无放过，是真生气。I think we have to keep asking questions of this administration. Why was BLM coordinating with Border Patrol? Why were they showing up at an emergency facility? Why are they asking for identification of folks on a fire crew? 根据报道，迄时阵边境执法人员9查户被掠人甲同事逃避，美国边境巡逻队了后解释，行动是向土地管理局要求协助。当局伫核实身份的时阵，发现2人是非法拘留，其中1人也佫接到遣返令。除了被掠2人以外，也佫42人伫行动内底被要求离开联邦土地。美国新闻服务回应指出，这代志无影响拍会工作。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是伫咧天津来举办，这印度的总理莫迪呢是让7党搁再来访问中国，伊甲习近平见面。也那这罗西亚总统普京呢，伊是按算伫咧中国会停4天，也可能甲习近平甚至是北韩的金正恩做伙来出席9月初3的阅兵典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甲印度总理莫迪2个人握手。忽然镜头向正边线，看到罗西亚总统普廷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个人徛做伙。翕相时阵，普廷也主动伸手，甲塔吉克总统拉赫蒙简单的致意。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家领袖伫中国天津开新一届峰会。此峰会肩负着凝聚各方共识、激发合作动能、擘画发展蓝图的重要使命。8月30日、9月初1 2天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大家注意的焦点之一就是过7年了，再一面访问中国的印度总理莫迪。虽然2020中印边境冲突的争议也未解决，不过现主席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双方关系由敌对变作友好。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应当是中印双方的正确选择。हमारे सहयोग से दोनों देशों के 2.8 बिलियन लोगों के हित जुड़े हुए हैं। इससे पूरी मानवता के कल्याण का मार्ग भी 上海合作组织起源是2001年由哈萨克、中国、罗西亚、塔吉克、乌兹别克5个国家做伙伫上海宣布成立的国际组织。官网显示，目前有9个成员国家、3个观察员国，一个14个对外伙伴。一般认为，中国甲罗西亚想要用这边的峰会挑战美国。In the efforts to build a multipolar world, the countrie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re essential. 罗西亚总统普廷这回正罕见伫中国停4天，一个带几落位部会首长，规模不止啊大。除了将会甲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以外，9月初3中国举行大规模阅兵时阵，可能习近平、普廷一个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会共台出现。这种会面对美国有甚物款的压力甲影响，也搁会看。记者综合报道。或者中国9月初3要来阅兵，也毋过顶礼拜5呢，重庆大学的外墙刷出现2纸标语，呼吁大家爱来推翻中国的共产党。这或者是讲中国呢是想要借这阅兵典礼来摕到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话语权，也毋过民众实际生活感受才是事实。社群平台2个暗时，伫中国重庆大学城一大楼外壁，有人投影真侪白个引导中国的标语，专程放送50多分钟。网友甲伊叫做是重庆勇士。等到中国警方拢入去房间，甲投影机关起来时，内底已经无人，桌顶敢若剩一张批。批顶面写共产党犯下的罪行是坐甲无法度算，偌侪人家破人亡，受尽迫害，佮批评中国就是法西斯。也那署名的日期是8月16日，传出这位行动者伫这段时间都已经带规个伙仔逃到海外。我相信习近平或许想透过这样的一个阅兵的举行，来进行一个大内宣，然后来转移他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学者认为，中国想要透过阅兵来抢二战的历史话语权，制造因是中国的形象，不过来保人民实际感受，这是事实。
那咱海军司令部是伫93军人节进前播送汉光41号饮食成果的影片，其中有真少出现的雄三、정挺型、反蓝飞弹、蓝载型干净无人机等等的新装备，也展出无机有名大型补给军舰，进入咱港口的重要物资接转的作业，凸显国军不管时徛伫上前线，守护国家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几日啊，这巴基斯坦落雨做大水，溪水的水位呢已经涨到有史以来上悬的纪录啊！目前已经有超过850个人无命，而且东北部这1400个砖头也拢互淹去。当地官员是讲，这落大雨是落大雨，也毋过印度的水坝呢，伫咧这时间下水，才是洪灾情变严重的主要原因。伫巴基斯坦东部甲印度相接的地区的溪流水位愈来愈悬，已经无家可归的村民只好机会放弃，坐来甲因救的船离开。We don't know where we'll go, or when we'll come back. Everything we built is underwater. 旁遮不幸拄到39年来上严重的大水，救援队来来回回甲受灾户带去较安全的所在。因过真侪人因为唔甘要因的生条甲家伙，一直拖到实在是无法度啊，才离开。政府为了要安撫民众，也个派专门的接驳船来载因的牛。We fear thieves. We don't want to abandon our animals. The water is rising fast. There are about 300 villages in this area. 旁遮部的官员讲，伫边境靠海的一个村，水位已经到几60年来上悬。巴基斯坦指控是因为印度无互人有够的时间准备水库向放水，不过印度讲大水祸才是主要原因，并且讲事先就发警报。巴基斯坦即马正拄到连续地面的大水影响，当局警告真侪所在也正危险。कल हम एक्सपेक्ट कर रहे हैं कि 7.5 से 8 लाख क्यूसिक पानी यहाँ पे आएगा। टोटल आबादी जो थी वो तकरीबन 3,66,000 लोग थे जो दरियाई बेल्ट के अंदर थे। उसमें से हम 3 लाख के करीब लोगों को इवैक्यूएट कर चुके हैं। जो बाकी रह गए हैं उसके लिए 三条主要的溪流拉维河、沙特里河，也个吉纳布河拢满流出来，超过1400个村庄河水淹去。虽然巴基斯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无到全世界排放量的0.1%，不过算是全世界受到气候危机影响上大的国家之一。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当来看，咱总统府是来公布国安会人事调整，这台北市议员赵以翔，也有总统府发言人李文是来接手做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原底副秘书长齐书谦，也有刘德金是改做资深委员。另外，民进党民调中心的前主任郑俊升是改来做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发言人郭雅辉是表示讲，即马是为着要来强化国际的这个局势应用呢，所以国安团队是有4个人来调动。另外，郑俊升呢起来做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就是希望会当借伊的专业来掌握民意，推动国政，来回应台湾人民对政府的期待。立法院第4会期已经开始啊！即马国民党团呢是要来杀军公教的年金改革，也甲病营做伙来推动要公投要办大选。另外呢，这民众党的总调黄国昌伊是强调讲，其实修法呢就是为着要来放任公投的规定。面对着即马拿病营合作的这个局势，民进党的人事案也受到关注。阿手挨杀次立法院三大党边真难得气氛正好，新会期加上国民党团干部交接，大家拢做伙。那也新任书记长罗志强也明确提出，优先法案就是修正军公教年改。我们不是反对今天做年金改革，而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削夺退休保障砍够了吧？我们会要求来停止所谓的再砍所得替代率。民进党是力推公投办大选，国家那也达成共识。不过进前中常会主委吕正勇认为无修法的必要，强调那公投办大选恐惊呈现2018年的选务混乱。我们想要把这个公投法从鸟笼放出来又开始找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不是什么选务的混乱实际上面的原因就是2018年的时候，民进党输到脱裤子嘛。现在大罢免是结束了。看不到大成功大概只有看到大落赛。那希望民进党能够汲取教训不要再浪费宝贵的院会时间了。黄国昌也强调，民进党顶届会期无通过引用5参法、外省员权休专法，也个国内移转投票等案，拢伫本会期处理。然而，安怎赢战拿被联手的国会公司，党团人数阁有正做焦点。今天我们党团
会新闻给台湾所有成员，为期1个礼拜，请大家有意愿担任六长的，请来登记，然后为期1个礼拜，这是我们一定要的党员的具体作为，所以到最后，看登记的情形再协商，然后我们组出一个新的队伍出来以上。强调郭建明对家己职务是不是移动，无可以做回应，简单回应了就关键地区内部因素甲路线问题有关的关卡。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咱台湾的艺人呢，去到中国发展，而且刊文讲台湾必归这件代志呢，文化部是落去甲约谈。文化部长李婉伊强调讲，无希望是徛伫咧调查的立场，主要是要来关心咱台湾艺人伫咧中国发展的状况。原来这文化部去了解呢，结论是讲，可能所有的经纪公司这网络编辑，拢有受到中国的控制。上课铃声响起，全国由文化部推动补助的台湾编剧学院正式启动。这是台湾头一个系统化编剧人才养成课程，希望培养极战力人才，开创台湾影视更加多元创新的风貌。文化部长李婉亲身出席开学仪式，并问到对陆委会提供转发用司法文的23位台湾艺人，由文化部进行调查这个代志。李婉讲，这是一个真长的过程。这件事我们非常慎重，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约谈的过程很漫长，而且约谈的题目也一修再修，因为我不太希望它是一个调查很严肃的东西。因为文化部的角色一直是比较关怀艺人跟了解他们去中国大陆的发展，所以我们连问的问题都非常的很小心。李婉讲，调查结论显示，有可能所有负责刊文的甚至经纪公司拢是被控制，所以选择伫社群媒体写公开批表示，提起文化部应该正视政府的宣传工具，更加袂使互上级控制甲指导。希望艺人起进前爱先有心理准备，也欢迎转来甲咱斗阵来奋斗，互世界看到咱台湾。也不是锁定这23个，将来还没有去中国大陆，或者已经去的，或者是去很久的，我表达我们文化部的所有的立场，跟我们的呼吁，还有提醒，跟让大众可以看到未来我们知道说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这样的一个警戒。演艺工会讲，因为过去捌接到相关的公文，相关艺人拄开始难免感觉压力，不过肯定文化部的关怀态度，也理解加支持政府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9月7日，这长照3.0第一阶段嘛开始来实施啊。重点是包括着请外籍看护家庭也通来适用社区的照顾模式等等。另外，这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呢，也来推动带时代上班的计划，让照顾者会当变作是老人日照中心的员工，哪上班哪趁钱，也通哪照顾家己的亲人。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去年头一届推出由家庭照顾者亲身演出的广告，实实在在表现照顾者压力持续累积的情绪，讲出真侪人的心声。我有一天晚上，我自己都吓一大跳，我竟然想打他，差一点就想要拿衣架打他。广告讲出照顾者现实的压力，总会嘛提出解决的方法。推动带长辈上班的计划，让照顾者接受专业训练了后，来日照中心服务，唔会当安心照顾家己的时代，嘛会当照顾其他适龄的个案，重新找到工作的价值甲生活的便帮。譬如说，他们刚要去上工，然后就遇到了长辈临时身体有状况不能去。那所以我想这个计划的挑战还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的推广下去。帮助更多家庭照顾者带着长辈一起走出来。长照3.0第一阶段新制伫9月初开始实施，重点包括放任请外籍看护，会当使用社区照顾模式，扩大社区式交通接送服务范围甲给付的额度。一般区域接送的给付的额度，按一抓100块变115块，原乡离岛一抓120块变140块。另外调整徛给哮喘服务的内容，按干来当踮咧厝内做的哮喘服务，放任甲会当去安全的户外场所。营用照护补助是按4摆4000变3摆4500块。秉持着以弱势优先这一个大的前提，全民的健康覆盖的目标。那么健康台湾的愿景来努力，新制渐渐来实施，政府和民间做伙起造更加完整的照顾网络，让家庭照顾者袂阁孤单奋战，嘛希望健康台湾的环境一步一步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
那今仔日同时嘛是前卫福部长邱泰源甲新部长赵宗良的交接典礼。这医界的团体呢是要求新部长都要有气魄，唔通放任泡泡医生的规定。这相关的条文也着呈送立法院来审查。反对细则放水波波，请时部长悬崖勒马。新的卫福部长赵宗良8日正式就任，医界团体随召开记者会，强烈反对医师法施行细则放任泡泡去考医生的相关规定，佮发挥新的部长爱提出弃票，撤回相关的条文。部前任部长邱泰源上任1年多以来，遭到医疗界批评，波波牙医、护理师流失问题一箩筐。今天新上任的部长由石崇良担任，但是石部长过去有诸多偏颇波波医师、波波牙医的发言，所以其实我们基层是感到非常的忧心。医生团体向新的卫福部长提出2项诉求，第一是要求泡泡医生的实习名额一定要限制，唔通超过国内招生总数的1/10；第二是要求新的部长赶紧收回放任泡泡医生规定的修正草案，重新送去立法院审议。只要卫福部和考选部能够依法行政，取消学历审核标准，不要借由任何的名目来额外加开波波实习名额，那么波波争议就可以很快的落幕。医界强调会继续监督政策进度，提起部长过去做过健保署长的人，应该要真清楚医疗能力无平均，唔但会浪费资源，也会增加健保的负担。对此，卫福部到结果为止也未做出回应。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一间生产着这糖尿病甲减肥针的丹麦药厂洛和诺德，即马是因为有其他药厂来甲竞争，所以改做是来研发会当降低心脏病，也是这中风死亡几率的减肥药啊。8月底已经公开发表，因讲这款药啊是会当减57%的死亡风险。丹麦药厂洛和诺德生产的素素针就签达是用来治疗第2型糖尿病的 GLP-1 药物，因为减肥的效果明显，方叫做减重神药，也因为卖甲真好，互洛和诺德2024年7月捌达到6500亿美金，成做欧洲上价大企业。也毋过，因为美国以来生产的同类型减肥药物免健路曾经对岸造成洛和诺德的成长变慢，8月初也宣布冻结非关键性因素以下减成本，也造成丹麦政府下修2025年的经济成长预测。也毋过，洛和诺德也展现企图心，继续以新研究成果保持伫糖尿病甲减肥双效药物市场中的龙头地位。这项伫西班牙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上发表的研究显示，针对过重也是大颗有心血管疾病，也毋过无着糖尿病21000多名患者的实际临床使用结果比较，伫连续使用30日的情况之下，比历来的免健路加同款药物 Rebound 洛和诺德2.4毫克剂量的就签达，会当互心脏病发作、中风也是死亡的风险降低57%。另外，无论治疗敢是有中断，比起历来同类药物使用就签达，心脏疾病风险甲任何原因造成的死亡率有望降低29%。研究也显示，2间药厂生产的减肥药物重大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其实拢偏低，低过0.4%。也毋过，研究人员表示，这类研究方式无法度像随机临床试验同款证明因果关系，而且这项研究也因为追踪时间上短来限制研究结果。洛和诺德新生产的高剂量口服版就签达。临床晚期试验显示，会当帮助超重也是大颗大人减掉15%的体重，有希望伫年底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审查，敢会当高创市场的销售量有待观察。公司新闻张淑君编译。这9月开学天气也是真烧热，气象署是表示讲，这礼拜呢是爱特别来注意过头的落雷公雨，也是西北风的情形。也若拜六礼拜伫菲律宾东边海边呢受一粒低气压，有机会会当成做风台。目前是当咧观察对台湾的影响。 9月开学，热热继续，但是气象署表示，未来这礼拜赶快要注意高温。高温上热的天气会阁继续几落天，而且对流旺是过头会落雷公雨的天气形态。大海北还有在中南部的内陆金山区，还是会35到36度的高温出现，整体来说还是蛮闷热的。那第二点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午后雷雨发展的话，就更加的活跃了，包括了山区，甚至是西半部地区，都容易有午后雷雨发展出来的可能。
当中并可能会伴随局部大雨的现象。气象署表示，未来一礼拜天气拢算稳定。另外，目前琉球东滨海面有一粒热带低气压，拜三会慢慢往日本行，对台湾无直接影响。提醒最近有要去日本的民众要注意，也若菲律宾东滨海面也有可能有一粒低气压会形成。气象署表示，这粒对台湾可能会造成影响。这个礼拜会开始有一些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发展出来，不过暂时不会接近台湾。但是周末到下周，在菲律宾东方会有另外一个低气压形成，届时要密切观察它的变化。气象署提醒民众，这礼拜过岛出门要注意雷公雨，天气真热，嘛要补充水分，有风着伞。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这环境部有来规定，今年底进前呢，市场的排泄物再利用的比率就要达到5%。也毋过，即卖呢，云林县内还阁有260间较小型的养殖户是无达到标准的，所以政府甲市场协会呢是打造一台处理排泄物的车啊，甲这发酵的排泄物再去应肥，来提高再利用的比率。市场的工作人员透早无用咧摒低调，甲市场的垃圾水集中了后，经过发酵，搁摕去引残，毋若省化学肥料，对环境嘛较无负担。顺着我们的水沟，然后就集中在这里，然后再抽，要后面集中处理。对。用迄个变动下车一铲的，咱铲分钟在内也铲。云林县市场超过150万只，占全国3成。为了解决河川有占等等的问题，环境部规定今年年底进前，市场上低的排泄物再利用主管化要达到5%。云林县拢总有1203间市场，目前还有260间无达到标准。即嘛希望统一透过车来载，解决小型市场户的困境。阮云林县所有养殖户、小养猪户的一个帮助，希望未来咱所有的百姓对养殖户观感卖啊卖。小的养猪户的部分，它的使用上其实尤其是资源再回收的部分其实早疫的部分是非常弱势的，所以这一块我们透过这个集运车帮他收集之后呢，让他们的资源化再利用的5%能够达到。本业处表示，市场废水主管化推广10多年以来，云林县已经有950多间投入，不过因为细间的市场，部分的老农民经营或者是投资无符合成本，面临无法度达到5%的标准。希望透过一运车倒载来解决困境。呼吁无加入的畜牧场要伫今年12月底进行申请，若超过期限会防以水污染防治法第18条罚1万至600万。记者综合报道。台基文康坊来关心的是由学生组成的邓囡仔家乡影视文化组织呢，是参台基潮来合作，伫个彰化来办台基潮的绘本日的活动，拢总是有26个来自各县市无共科系的大学生，大家发挥专长，替宝记来尽一份力。大家齐做伙认真咧听故事，这是由学生筹备举办的台语潮绘本日活动，有安排台语绘本讲故、互动游戏、甲青年组织分享等等，希望用台语来讲万项台。即卖囡仔拢较罕咧接受台语，想要带囡仔来熟悉台语的活动。我只知道假水果，然后再回亚洲旗。我不会说台语，但是有这个活动可以让我参加，我就觉得很棒。学生组织邓囡仔家乡影视文化组织，主要是咧推广彰化在地文化、地方创生。进前嘛，捌伫菜市仔办过活动。即便因参共款是学生成立的台语潮团体，伫彰化举办台语潮绘本日的活动，要甲母语的囡传出去。这是阮头一届伫咧中部办，互囡仔的台语绘本的活动。阮希望讲，台语会使为较细汉的时阵就开始学。透过这个机会，甲彰化的这个故事带出来，嘛会当互囡仔会当开始伫心中种一个种子的感觉。即马阮咧做田调的时阵，其实上主要的语言嘛是台语。可能讲我即马嘛袂讲了真好，在地的乡亲拢叫你莫紧张，互我感觉足温暖，就想要继续练习的。
学生团体表示，因虽然有个人台语讲甲袂认同，但是大家拢真愿意甲台语讲倒转来。这届活动计共有26位学生参加，大家发挥专长，有人负责网络宣传，有人设计活动，全部拢是学生家己走总筹备，都是希望用家己的力量关心传承在地文化甲本土语言。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赵永泰伊摆讲，希望这银行贷款的水道头会当甲开较大港的。原来金管会呢是有证实讲，因有影视邀请到这8大行库来开会，了解到办理厝贷款的状况。主委潘金良一直强调讲，不管是公家也是讲民营的银行，拢要尽这个服务社会的责任。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在伊出席公开活动，对外证实金管会伫早起找8大公股库开会，搁一摆强调，政府全力支持头一摆买厝的人，同时甲外界警告，若有大小行为是违反规定，会透过金检来查核。另外，今日放零银行法72条支持原价贷款水费，潘金良也做出回应。所有的政策都必须要能够按照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些这个滚动式的检讨啦。我想。因为实际上我们确实在过去我们的这个比率是偏高，还有就是我们在过去不动产的投资比重呢，我们金管会主要是针对流动性的管控哈，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存款呢，然后流向流动性比较低的不动产市场。潘金良表示，整体银行拢是特许事业，爱先进社会服务功能，爱全面配合支援。头一摆买家己大厝的民生需求。向各银行发声，徛伫风险管控，爱各自签订各自的贷款水位，互社会大众了解即卖的房贷情形。同时，伫银行公会的网站充分公布，也毋过房贷水位保安最近甚至传出有公务员新办专属的调查有利贷，只贷到6成，专用民营银行加解决准备款不足。宽限期的话，你钱借出以后是不偿还本金的，所以这个资金回流的速度会比较慢。那你回流速度慢的话，其实你能够再放款的资金也就比较有限。对银行来说，收回来的钱变少，能够放出去的钱当然也就不多。专家呼吁，想要买厝的民众一定要做好风险管控，有关自备款，避免因为贷款成数不足，也是房贷利润高，造成资金出现问题。各行库安怎放出贷款，金管会会密切关注市场动向，随时检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在9月初一同款嘛是记者节，也毋过即卖呢，台湾这网络新闻是还阁欠一个法规来管理。为着要来改善这数位新闻的品质甲生态，有23间媒体共同来成立这台湾网络新闻的自律联盟，希望会当提高新闻的品质。网络新闻逐公布上新的消息，为着紧，为着网络的点阅率定用惊人的，也是声人目的标题，甚至是欠缺平衡和差劲的内容。地区新闻报道定受到批评，和得不到社会信任。目前的网络新闻也阁欠缺法规管理，为着要改善新闻产业的状况，包括公共集团、关心网络媒体，也阁有商业电视23间媒体共同组成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各种带风向的啦，或是错假的讯息。其实蛮多的，那网络新闻越蓬勃，其实国人对于新闻就越没有感到这个信任感。我觉得自律是台湾新闻最重要新的力量。联盟除了制定网络新闻自律原则，嘛规划民众的新闻申诉系统，也有推动媒体识图教育等6大宗旨，嘛邀请民间团体、专家学者等加入咨询委员会，希望透过联盟的监督机制，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提升报道品质，嘛强化民众对新闻的信任。可能有违反我们的自律原则的这一些案例呢，那我们希望定期的就送交给自律委员会去做讨论。那另外同时，在这个机制里面，我们也邀请了外部的专家跟公民团体来组成咨询委员会。针对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的成立，司法部表示，媒体生态的自律，通降低错误消息还是假消息的问题，这嘛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安全。我们知道的是，新闻内容的真假不应该由政府的行政部门来判断，甚至不应该由政府的立法部门来判断。但是民主国家也不能放任错假讯息流窜，以至于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健康、自由而且自律的媒体生态。
联编表示，媒体虽然是监督政府的第四权，不过这几年包括新闻过度报道，也有人权、含性别平权、族群等等的议题，嘛拢是媒体佮需要佮在拍拼的目标。希望未来透过联名成员之间互相沟通改善，通促进更较达到民众信任的所谓新闻环境。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伫澳洲有一种海猪会靠海绵来保护伊的喙，所以伫石头旁来找食的时阵，就加较袂着伤。澳大利亚西南部的沙溪湾，部分海猪会用一种独门的机卡来掠食物，秘诀是伫喙的上头前吐一块海底捡来的海绵。Basket shaped about this size, and they will stick it on the front of their rostrum, and then use it to nose through the sediment, probe through the sand and the rocks and whatever, and scare up all the fish. And so then once they've scared up a fish, they will drop the sponge off of the front of their face, and they will go after the fish, grab it.Pick up their sponge again and keep going. 就亲像人咧掘土石，爱挂手螺仔保护，海绵也会当保护海底咧找食物的时，袂互大石挂着伤。科学家讲，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机卡，伫沙溪湾的几个海猪族群当中，敢若5趴，也就是大约30只海猪会用海绵。最后是海猪仔母甲海猪仔囝生落来了后，带伊生活的3、4年期间，互因哪看哪学，传承落去。毋过嘛，毋是每一只的后代拢会当学会晓。研究团队即马进一步发现，海绵虽然会当保护喙，毋过却也会妨碍海猪的回声定位，也就是对惊吓发出声波，亲像声呐共款探索环境、锁定食物的能力。但是使用海绵的海猪也克服这个障碍。Possibly wearing a pair of glasses in the wrong prescription. You know, everything looks a little bit weird, but you can still learn how to make do with that. You can learn how to compensate, and so that's what we think the dolphins are doing. They are echolocating even with the sponge, but they have to compensate for something getting in the way. 相关的研究报告刊伫7月《皇家开放科学期刊》，专家讲沙溪湾的海猪是唯一方发现会使用海绵的族群，因为当地几60年来拢是海洋保护区，保存完整的生态环境，也互科学家有机会对顶世纪80年代观察到今仔日，记录这种方式安怎代代传承。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3度，南部地区29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2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